黃子華、鄭秀文率領一眾演員出席活動，宣傳佢哋嚟緊嘅賀歲片。子華神呢2年嘅電影成績屢創紀錄，票房破億已經成為慣例。今次仲火拍 Sammy 成為黃金組合，嚟緊嘅票房可唔可以再創新高？今次呢，我哋每一次之前拍幾部戲呢，事前都會有問大家賭下咁樣賭餐飯啊，你話幾多？今次都完全冇人夠膽提出，唔敢啊，係啊！今次係咧，即係可能會唔會等你提出啊？即係等你提出係啊！我都唔敢提出，因為我自己最高票房都係3000幾，我都冇呢個資格去提出。哦，咁你就會輸啦咁樣。如果3000幾，因為我上次咧，如果冇記錯咧，之前嗰幾套戲我都係提出5000零咧。每次都係我係最低嗰個，其他啲係發癲咁樣嘅，隨口噏，但係又俾佢哋中咗喎。好，我今次噏得高過上次，我覺得點都有，冇亂噏啊！點都有3000幾啩。子華神就話：佢都有留意今年賀歲檔期嘅其他對手，佢就希望觀眾可以一齊支持重振香港電影。新年我係乜戲都睇晒嗰啲人嚟嘅。所以我哋成日好多人話哇你好大競爭啊！我成日覺得唔係嘅，我新年睇幾套戲有幾難啫，唔會有競爭，咪睇晒佢咯。如果大家都收得好嘅話，其實就繼續有多啲戲開咯，有多啲人有工開，啲投資者又有信心開，咁所以靠觀眾啦，靠你哋啦。